哎，老师怎么办？我养2个小孩，1个月就要3、4万，快撑不住了啦！我跟你讲，养小孩本来就很烧钱，但如果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只用50万开始，10年之内有机会存到500万的教育基金嘞，你可以把80%的资金把它放在稳健成长的市值型 ETF， 比如台湾的0050 ETF， 或者是美股的 SPY， 这些 ETF 都有长期稳定增值的潜力。假设从50万开始，透过这样的配置，在10年内非常有机会可以翻2到3倍哦，为你的教育基金打好了基础。第二步，投资在高波动、高回报的投资商品，你可以把20%的资金配置在很有潜力的资产上，例如数位资产或者是区块链。假设你投资10万在数位资产或区块链，在未来的10年内翻50倍的话，哇，你算一下，这样子就500万了，这样子直接达成你的教育基金的目标。具体上，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投资策略吗？欢迎到我的免费直播讲座，我们直播上见哦。